情况，来，劳金劳力啊，来，我们开始。后面先来，我慢慢来了，来宾。伊咧1早年经祈求咧，咱大保护的事，咱的福定精神会当庇佑咱这善男信女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事业进行，财源广进，我食添福寿，少食保平安。 有不暇之花，城中春之草，春报得平安，夏报功名，秋报财电贵，冬报福寿兴。近期咧，咱的台湾的老百姓拢会当事事顺心，事事如意，感谢神因随庇佑，愿我台湾这地主会当保平安，拜，再拜。 那袂得哩，吼，伊水袂干，啊嘛生，吼，啊，有一个咱台南有咧宣导，吼，啥个莫用底盘，这回卡莫用底盘，毋过这一，这对一个哦，这对一个。啊，你啊人即摆食干来啊，好，可以，好，那把一些看起来就在想。 这个药的名称是什么？这一种菌啦，吼，菌。对，食迄个菌菌。登革热的防治最重要是社区的动员啊。那台南市政府其实不管是在病媒蚊，或者是包括幼虫的一个政策，它其实都非常的用心啊。那尤其社区的动员的一个部分，那今天黄市长几乎所有的台南市政府各局处，还有关登革热的一级首长都到现场。那更难能可贵的是4个局长都来。那我其实都一直提醒各地方政府，那社区动员其实最重要。就是埃及85他喜欢住在室内，那所以假如能够落实整个社区的防治，那就能够有效的来抑制登革热的疫情。那高雄市现在已经有33例，那已经衍生了第2波跟第3波的登革热的感染。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忧心高雄市登革热疫情的一个扩散。那台南市政府在社区动员的工作，其实黄市长非常的用心，他本身也是工会的一个专家。不管各里的一个监测，或者是各疫情的热点，都已经有相关的应用的一个措施。那假如说台南市政府有任何不管是在经费、人力的需求，那我们中央一定会全力的配合。那也希望说台南跟高雄的疫情不分蓝绿、不分中央地方，那我们一定会通力的合作。那市长其实就像土地公，是保佑地方有心就有力。所以黄市长其实他非常关心地方，也一直持续的在登革热的疫区亲自的宣导、教导民众就有关登革热的一个防治。那我们也希望说，这个不管是各级的地方的政府，大家都能够用义工的精神在地保佑，然后有心有力，中央地方全力不分蓝绿，大家来。听说高雄市韩国瑜还不好就捐200万，就是有民众捐了200万，登革热这个部分，防疫部分。副院长你怎么看这样的？登革热的防治要划对重点，它是在社区的防治，它是在家户里面瓶瓶罐罐这些，因为它是埃及斑羚，那所以要有正确的防疫的知识，那首长要有心，心之所在就是故乡，只要把他这个每一个民众的家都当做自己的家，那全心全力的来防疫。我实在是不太希望说，当疫情在扩散的时候，这个有一些局长去选举，
那市长又天天不在家，那这样的话，我觉得对于整个疫情的控制，我觉得这样不太好。所以我其实也劝了很多次说，其实要把社区的动员做好，把疫情的防治列为最优先的项目，把高雄市政做好，全力的拼市政，自然而然大家都会支持，因为市长的心或者是市长就像土地公一样，是在地方在保地，何必咱地方的在乡亲最重要的工作，所以是真的希望说市长应该要更专心市政，就当土地公，不要这个土地公，这个有时候常常比较忙或者是不在家，这样不太好。